好多人只相信自己親自感覺到嘅事物，例如必須親眼見過、親耳聽過先至會相信嘅。但係各位知唔知道，其實自己嘅六根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都係唔可靠嘅呢？能力有限嘅呢？好多時單憑感覺去認知事物，會產生見解上嘅錯誤同偏差嘅。就以眼作為一個例子，人嘅肉眼所見到嘅事物不過係好狹窄嘅。宇宙有好多不同嘅波光，有紅外線 （infrared light）、紫外線 （ultraviolet light）、X-ray、X 光同埋 gamma ray。肉眼係見唔到紅外線、紫外線、X 光同埋 gamma ray 嘅波光度嘅。飛鷹可以喺空中遠距離見到獵物，比人類嘅肉眼精細10幾倍。再以聽覺為例，人只可以聽到嘅聲波頻率係20至到2萬赫茲，2萬以上嘅頻率係超聲波，人嘅耳朵係無法聽到嘅。但係蝴蝶就可以聽到3000至到15萬嘅聲波頻率，鯨可以聽到150至到15萬嘅聲波頻率，而狗可以聽到15至到5萬嘅聲波頻率。即係話世間有好多聲音，人嘅耳朵係冇法子聽得到嘅。有好多事物，人個肉眼係睇唔到嘅。如果你只相信自己親眼見過嘅嘢、親耳聽過嘅嘢，咁你睇唔到、聽唔到嘅，就係唔係完全唔承認佢嘅存在呢？凡相信一件事物，唔可以單靠感覺嘅，要從多方面去思維分析嘅。根據佛教因明學或者近代邏輯學，凡人要認知事物嘅真偽、存在或者不存在，基本係要運用3條途徑嘅。第一，感覺知識，即係我哋嘅感官系統；第二係推理知識，即係根據與事實相關聯嘅現象而對佢下判斷。例如喺地下掘出陶瓷嘅食具而知道曾經有人類住過，又例如此山有煙而斷定此山有火。第三係人類歷來聖賢所講嘅言教，例如釋迦牟尼佛、孔子、老子、孟子等等，或者一切可相信嘅前人所遺留落嚟嘅文字言語。從正理嘅角度嚟講，每一個理論當然有正確，亦都有錯誤嘅可能。但係如果我哋適當咁運用感覺知識、推理知識同埋聖教知識去判斷，準確性係比較高嘅。千萬唔好單憑感覺，即係單憑自己嘅眼耳鼻舌身去判斷事物嘅正理。如果我哋未見過嘅事物、未聽過嘅事物，未必一定唔存在嘅。換句說話嚟講，你未見過鬼神，唔可以話冇鬼神存在；你冇見過西方極樂世界，亦都唔可以話冇西方極樂世界嘅存在嘅。